全世界都知道二手樓大部分都會比一手樓平嘅，但係今日文仔介紹呢個屋苑呢，係一手樓居然會比二手樓平。大家知唔知呢個屋苑叫咩名呢？港人置業喺中山，中山置業揾文仔啊！今時今日文仔度度都唔介紹啦，我淨係介紹文仔住嘅呢個屋苑，呢個屋苑叫德寶怡高嚇。咁咧嗱，而家咧點解會介紹一手樓呢？俾大家睇個數據嘅。而家一手樓嚟講呢，係完全係降晒價。文仔買嗰時係19,200幾一平方，係無批交付嘅。咁而家都係無批交付，大家睇睇呢個大概嘅127平，11,194下，見到未啊？110平，11,635，計條數都唔見7、8千嘅。不過住嚟講呢，就都冇所謂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屋苑嚟講呢，叫做德寶怡高嘅怡區嚇。大家有冇去過盛景上風坐過永東巴士呢？咁啊，盛景上風呢，就係迪興實業去建設嘅，亦都係呢個屋苑嘅發展商名稱。咁嗱，怡區呢佔比嘅綠化率呢就高達49%啊！你可以咁理解，有一半係屋，有一半係園林，非常之舒服嘅一個屋苑啊！咁啊，講開又講啦，其實文仔睇樓呢都有好多年嘅時間啦。咁呢一路以嚟啊，大概3年時間左右啦。咁最尾都會揀到呢度呢。完全就因為一個舒適感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一樣嘢嚇？港人置業喺中山，其實大部分嘅港人呢，希望做到一件事就係我要享受一下退休嘅生活嚇。咁啊，忙碌一輩子啦，其實退休生活呢，過得好少少都係 OK 嘅。畢竟而家怡區嘅價錢確實唔算高啦。咁而家嚟講呢，成個怡區呢，11,000幾左右嘅價錢可以買到，你睇睇。咁靚嘅一個品質感嘅一個樓盤，其實講真相當舒服㗎。大家留意少細節點嚇。呢一條叫街道呢，屋苑入邊嘅過道嘅，連一啲煙塵啊、嗰啲煙頭啊、紙屑啊等等都冇，樹葉都冇多片嘅。嗱，呢棟呢就係5、6棟、7、8棟中間嘅一個有羽毛球場。油塘嘅一個娛樂設施嚇，咁呢度咧上少棵啊，呢一棵荔枝樹咧，今年係冇乜果嘅，咁啊物業咧，成個屋苑得幾棵樹喺寶區度比較多，咁呢啲荔枝嘅果樹咧，物業摘咗落嚟之後咧，就會叫我哋落去食，咁啊每人裝到大概1斤度。其實物業咧係好細緻，其實留意下啦，每天有2班搞衞生嘅阿姨。連啲窗都擦到乾淨，所以一旦你落到樓下啦，你見到呢個叫入戶大堂，呢個叫8座啦。一入到樓下，你望出邊嘅一個園林綠化景啊，真係好正，好舒服㗎。嗰邊呢就一個高區啦。咁啊而家呢，我哋就慢慢咁散步喺我哋怡區嘅整體嘅一個叫做屋苑入邊。嗱，咁呢邊上去呢，就一個別墅區。非常之正嘅，咁前邊少少呢，就會有一個高爾夫嘅一個練習場，同埋一個網球場。寶區呢有泳池嘅，咁成個屋苑出邊呢，而家呢有幾間食肆嘅啦，有真情飯店啦，一個叫君澤飯店啦，食海鮮食蟹嘅。咁啊路邊呢有啲少少嘅餐廳仔啦。我基本上可以滿足，同埋啱先開咗一間生鮮超市啦，可以滿足日常嘅需求嘅。咁文仔通常買餸呢會喺 Coco City， 咁呢上邊呢有一個天虹超市，咁有時你都會去下富藝城 Top Park， 咁 Top Park 呢有一個吉之島，咁呢一般呢一次過買幾日嘅餸翻嚟，
咁咧小朋友夜晚翻嚟咧就煮俾佢哋食，咁嘅一個生活習慣咧已經係做到習慣咗係咁。我唔需要有啲咩大型超市，我有時間先去。嗱，鏡頭往前邊少少啊，呢幾座全部都係樓王位置嚟嘅。你會見到上邊開始嚇，全部過晒別墅頂，一拉過全部都係非常之一望無際嘅，可以去到如果高層嘅話，可以去到對面嘅博愛路。咁我哋呢個位置呢，係位於後背都係中山路嗰邊，即係正南方向。咁呢就博愛路，喺博愛路同中山路正嘅跨位。咁我哋呢個整體區域屬於東邊啊。喺若干年前，大概6年前左右，中山呢係發展東走嘅。咁而呢個位置去深圳，去上嗰個深中大橋呢個高速路，亦都非常之方便嚇。嗱，今朝咧有一位網友香港嘅朋友問到文仔，其實馬鞍島嗰邊會好啲，定係靠近城區呢邊會好啲？文仔係建議一個答案啫。如果你覺得交通嚟講，其實我哋馬鞍島嘅落腳點叫做翠鶯東站，嚟到呢度20分鐘車程。如果大家唔介意呢20分鐘嘅車程嘅情況之下呢，一定係揀呢個片區嘅，因為呢度畢竟係比較熱鬧。馬鞍島長遠計係 OK 嘅，短期確實人間煙火氣係相當嚟講係比較少嘅。嗱，咁我哋行咗咁耐啦嚇，行到我都有啲喘添。咁你先行到係樓王嘅最尾座叫12座，成個屋苑得12棟，加埋寶區有3棟。成個屋苑超300畝地，先至712戶人家，係非常之低密度嘅小區。你會見到好多樓盤介紹2到3嘅密度係算偏低，呢個屋苑1.67低密度。嗱，呢一邊呢，攝影師睇睇，呢一邊呢就係一個網球場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呢屋苑興咩呢？叫個私人教練過嚟呢邊。咁啊請佢過呢邊，我提前 book 定嗰場，咁啊佢嚟教我。嗱，上邊呢就係一個獨棟別墅，非常之正。即係咁多位，你覺得環境如何先？嗱，介紹到呢度呢，我而家先行咗小區嘅一半路啫，其實佢一圈嘅，我行咗半圈都未行晒，就行到嗰邊先至叫半圈啊！咁啊真係陰功啦。所以嚟講呢，其實好舒服。如果大家夜晚食完飯，就係喺屋苑入邊散步，都係相當舒服嘅。嗱，咁咧好多時候咧，文仔其實揀得呢個位置咧，第一對於我嚟講嚇，離學校比較近嘅，咁咧平時接送小朋友啊都比較方便嘅。第二係咩咧？呢個位置嚇，除咗近深中行翻深圳去翻香港開車嚟講係 OK 之外，佢呢個位置係正中山嘅中心點。你會留意去西區又近，去三角兆攬又近，翻廣州又近，度都近。成個中山最中心係呢個位置，交通最發達呢個位置。嗱，今日都係講嗰句啦嚇，長話短説，我介紹嘅2個單位係目前特價當中嘅特價。今日清完盤，即將會冇貨，再冇新貨出現。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呢？俾大家睇到個數據。嗱，呢份係一個表格，呢份你留意下，呢個係二手嘅成交表，見到未啊？6月20號10009， 5月6號10008， 5月3號05年3月22號11000， 12800， 11800。大家留意二手嘅成交價係10009，係10800到11800。唔好意思，今日一手樓嘅價錢128方，可能可以做到11000，甚至往落啲。咁如果108方、110方呢個積係可以做到11500往下走。喂，講真，我點解買二手樓啊？嗱，我哋事不宜遲，我哋上樓睇睇。咁你上到嚟，我先介紹110方3房朝南，客廳開間朝南嘅一個單位。咁佢層高係3.15米嘅。咁你睇翻成個感覺3.15米層高。嗱，而家發展商係到咗吊頂嘅，係咪夠晒闊落、夠晒舒服先？嗱，南向嘅露台嚇，咁呢個露台呢係03單位，咁佢叫西南邊嘅。咁睇翻成個小區嘅綠化整體嘅感覺都係相當好嘅。樓盤咧都係比較新，用嘅外立面係瓷磚嘅外立面，非常之襟身淨嘅嚇。咁你嗱睇翻先嚇，
成個感覺咧，客廳、餐廳嘅開間咧係一齊嘅。咁跟住咧，發展商咧就改晒。咁佢係靈動戶型，全部都可以改造嘅。咁廚房褪到出去有個小露台都冇到問題嘅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個裝修可以，你不妨去參考佢嚇。咁啊03單位咧有小缺點，佢係朝西。咁當然啦，佢嘅西曬點唔足。如果下晝都有太陽嘅話咧，係相當好嘅。睇翻先，3間房朝南，睇睇嘅房間夠唔夠你用先？110平嚇。咁你睇翻先嗱，呢度我補充一個題外話。咁咧隔離04咧係108方嘅，咁睇到園林景咧就更加之舒服啦。嗱，衛生間咧係做咗乾濕分離嘅，好正。主人房衛生間咧係唔對床嘅，睇翻先，非常之 OK。其實如果你覺得呢個輕簡單嘅一個裝修風格咧啱你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可以完全參考佢。主人房咧係南北對流嘅，嗱呢個重點要解釋下。03單位勁就係主人房睇到嘅景咧係相當一流嘅，呢邊咧係設計咗衣櫃啊，咁跟住咧仲有一個窗台係形成對流嘅位置，咁成個單位咧到此咧差唔多就介紹完㗎啦。咁如果你覺得大概嘅空間感 OK 嘅情況之下咧，因為佢畢竟有2個衛生間啊嘛，夠用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可以選擇呢一度嚇。04整體嘅園林感會比03好嚇。各有優缺，咁我睇翻先，特價表當中咧有2個戶型嘅，睇翻128平呢個3+1房，128方嘅戶型嚇，你會留意嗱，呢一個戶型圖非常之標準嘅，有1個露台、2個露台、3個露台嚇，咁呢一個位置一入到嚟咧，呢個位置咧就係露台嚟嘅，陽台改造嚇，咁當然啦，你可以改成佢咁樣。嗱，慢慢地下呢邊如果有3米嘅話，我客廳開間就有4米啦。咁4米嘅戶型嚟講，你見到成拍嘅感覺，如果好似佢咁打開嚇，你睇翻係咪好正啊？睇落好似1/4方咁大。咁呢個餐台位咧廚房位喺呢個位置。嗱，呢一埲牆係可以打嘅，你唔打比較實用。呢邊係晾衫，呢邊係廚房。如果你覺得廚房夠用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冇必要打咗佢。咁如果你覺得唔夠用嘅話，將呢一框全部褪晒開去，哇！講真嗰句，呢一個餐廳位、廚房位真係勁大啊！嗱，攝影師嗰個嚟先嚇，睇翻先。嗱，啱先講點解會話頭先嗰個03單位咧會園林景會靚啲咧？其實呢一個單位其實你會見到喺另外一邊影出嚟嘅園林景都係 OK 嘅。咁啊128平平均均價呢個戶型咧，會比頭先110平咧會平400蚊到500蚊1平方度。咁但係有問題就係佢係南北對流，主陽台係朝北嘅。睇翻先，呢一邊係5座嚇，睇翻先呢一邊嘅園林景就正啦。啱先講到我氣喘個位置咧，就係呢度過嚟噶啦，就係呢度過嚟噶啦。咁而家啦，當然啦，就係賣緊對面嘅貨嚇。咁都係高層為主嘅，非常之好。咁而家咧嗱，我哋嚟到呢個位置11樓都係中高層，樓層唔差。好多發展商佢都係攞樓層差嚟搞特價，但係迪興德寶怡高嘅2區佢唔會睇翻先，呢個衛生間就會比頭先嗰個更加之闊落啦。其實文仔咧，如果你買樓2個戶型嘅總價差唔得幾多情況之下咧，係會建議你買翻一間128平嘅，因為佢改造性能真係相當高。真係要知點高法咧，我到時帶你過嚟睇嘅時候咧，我逐 part 同你解釋。其實呢個戶型改咗都比較明顯嘅，就譬如呢個衣櫃，呢個衣櫃咧係連通最對面主人房嘅衣櫃嘅，所以咧等於佢係雙面櫃，中間有個好厚嘅木，跟住分兩邊走。嗱，唔信你過嚟睇睇，呢度有個小屏風，嗱睇翻先，係咪先？好正！咁跟住咧，呢個飄窗台打開晒佢，咁128平同110平嘅飄窗，大部分都係可以打嘅。咁當然啦，廁所呢個位置，嗱，如果呢一邊嚟講咧，睇翻呢個園林景咧，都係相當 OK 嘅，有少少輕奢同埋一個質感嘅感覺，即係住起身上嚟咧，呢啲戶型咧係相當舒服嘅嚇。咁咧而家咧在售嘅貨源咧會越嚟越少，因為德寶怡高呢個小區咧，其實尤其2區大面積好多，細面積反而少。
所以嚟講，我覺得如果有幸而一世面積搞活動呢，我哋啱啱先係拍片都等咗成半個鐘，我見到好多客人嚟睇樓，連銷售都冇。咁所以嚟講呢，文仔本身今期係想拍翻啲二手樓嘅，但係見佢價錢咁平，所以呢，今日親測嚟發一條片俾大家。有冇機會同文仔做鄰居？我梗係想好多嘅朋友同我做鄰居。有啲咩事遠親不如近鄰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整體嚟講價錢相當到位啊！嗱，如果對呢個屋苑有興趣嘅，點文仔啊？文仔帶你實地考察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咩？文仔身為呢邊嘅業主呢，優惠一定唔會比人哋少啊！嗱，有需要聯繫文仔。